屬於2025年生命有危機啊，其實就係非常之簡單，就係獨財忌破，命落黃泉啦。關淑怡嘅八字咧，就係財星為佢用神嚟噶嘛，用神得一個剛好喺月柱呢個部位，咁當佢行到庚寅大運嘅時候，人生衝個身咧，財星咧係受損嘅嘛，人生衝嘛，衝動咗個財星咧，叫做獨財忌破，命落黃泉，即係唯一一個財星忌破咗，咁佢生命咪有危機咯。屬於2025年生命有危機啊，其實就係非常之簡單，就係獨財忌破，命落黃泉啦。關淑怡嘅八字咧，就係財星為佢用神嚟噶嘛，用神得一個剛好喺月柱呢個部位，咁當佢行到庚寅大運嘅時候，人生衝個身咧，財星咧係受損嘅嘛，人生衝嘛，衝動咗個財星咧，叫做獨財忌破，命落黃泉，即係唯一一個財星忌破咗，咁佢生命咪有危機咯。